央視方面咧就做咗個07年嘅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咁結果咧嗰個名單個入圍名單就出咗啦，一共有19個人咧就入圍。不如先同我哋講講嗰個名單係點先啊？係啊，就呢個中央電視台咧就主辦咗咧就07年嗰個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嘅選舉啦。咁我哋睇到個名單裏邊咧，都基本上咧係如果係喺嗰個股票市場上咧係比較投資多嘅觀眾咧，佢都會咧係了解到咧係究竟係邊啲人㗎。咁就大家對佢哋比較熟悉嘅咧，包括中旅嘅董事長啦，係蕭亞慶啦，咁亦都有天津港嘅董事長于宇文啦，以至到中交建設嘅董事長周紀昌啊，同埋中移動嘅董事長黃建就等等嘅。咁其實咧點解我哋今日特登咧就要講呢個咁嘅題目咧？咁就其實咧每年咧都有唔少咧係類似嘅相關嘅選舉。咁但係咧今次嘅選舉咧就比較特別啲嘅地方，我哋睇得到咧係19個人之中咧就喺境內或者境外上市公司嘅老總咧係佔咗12個之多㗎。咁呢個咧其實咧係折射咗出嚟一個咧咩現象咧？就係話嗰個資本市場啊喺嗰個國民經濟裏邊嘅地位同埋嗰個影響力咧係亦都咧係越嚟越大，咁就反映得到中國咧係改革開放30年以嚟咧，而家基本上咧已經係走向一個咧全面資本市場化嘅道路㗎啦。咁呢件究竟係好事定係唔好事咧？由呢個結果嚟睇，我諗相信呢個肯定就係一個好事嚟㗎啦。咁就睇得到咧，大家咧都係咧基本上咧跟住國際嗰個咧係同國際方面嘅接軌方面咧嗰個方向走去啦。咁但係咧就值得一提嘅地方咧係入圍嘅經濟人物裏邊咧，就除咗大家熟悉嘅一啲上市公司嘅老總之外咧，其實咧亦都包括咧係國家方面嘅一個啲高級官員嘅，係啲局長級官員嘅。咁呢個咧就係國家質檢局局長就李長江。咁佢點解可以成為一個咧係經濟呢個人物入選呢？咁相信咧就係同較早之前呢，係中美方面咧就係就嗰個咧玩具嗰個安全問題啦，咁以至到咧就係食品安全問題啦。咁佢咧就經常咧露面咧，就亦都係處理咧係有關呢方面嘅貿易摩擦，以至到咧食品安全嘅問題。咁所以咧佢亦都成為一個咧係經濟年度嘅風雲人物嚟㗎。嗱，既然即係食品安全啦，同埋即係玩具安全等等啲產品安全嘅問題咧，舊年就係成為大家嘅焦點啦。而李長江嘅局長咧都榜上有名。咁嚟緊啊，今年啊，會唔會即係仍然咧呢一啲都係大家關注嘅議題咧？我諗今年咧大家關注嘅議題咧，就我諗更加多嘅咧，就相信都係咧同奧運相關咧係有關嘅議題㗎。咁因為咧已經係踏入咗呢個奧運年啦。咁今年嚟講咧，我諗相信食品安全嘅問題，當然大家仍然係繼續關注啦。咁但係今年嚟講，似乎咧上半年咧係最關注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個通貨膨脹啦，有關豬肉漲價等等嘅問題啦。咁我諗到開完兩會之後咧，就呢個全國我諗都相信咧都會進入一個奧運熱嘅一個熱潮裏邊嘅。咁我今朝早咧唔該晒馬 Sir 咧，同我哋做咗一個分析啦。咁而今日咧中國評論嘅環節亦都到呢。